Hello， 大家好 ，Kevin 今期咧嚟到橫琴啦，好多街坊咧話：喂，點解你唔出一集橫琴嘅一個片咧？我話：喂，橫琴冇樓拍嘅喎，基本上都冇住宅喎。今期等到機會啦！嗱，喺我身後嘅呢個咧，珠江開發嘅科學城琴澳灣咧，而家買緊啦。橫琴嘅最尾一塊住宅用地就係呢度啦。嗱，咁咧就二字頭可以買得到咧。我懷疑佢喺度搞事情。點解咧？我哋以前買緊嘅華發、龍江，包括洋葱啦、其他等等啦，都買緊5萬幾到7萬蚊平方嘅。你平平地，哪怕平平地都要去到5萬蚊一平方。而家我查到華陽嘅琴海灣啊，二手價錢都要5萬蚊啊！你要平過二手價錢嘅一半嘅價錢。咁呢個先攞命啦。OK， 咁喺入去睇呢個樓盤之前啦，我哋就簡單介紹成個橫琴啦。嗱，呢成個橫琴咧就發展咗15年㗎啦。5年時間咧，習近平15年時間咧，習近平就嚟到5次啦，即係阿爺嚟到5次嘅，就係橫琴西呢個位置。咁呢個位置咧就無可複製嘅，香港、澳門陸路連接嘅自貿區就係橫琴啦。去到澳門口岸咧，橫琴口岸即係過澳門啦，就10分鐘；去到港珠澳大橋口岸咧，15到18分鐘可以到達㗎啦。嗱，咁而且咧106平方公里嘅橫琴咧，3個澳門大，只有8% 可以開發住宅用地嘅啫。嗱，咁呢一塊咧已經係成個橫琴最尾一塊住宅用地㗎啦，而且呢成個科學城咧係最大嘅樓盤，成個橫琴最大嘅樓盤，有成100幾棟嘅樓，但係佢只推出6棟樓攞出嚟賣嘅啫。2期、3期咧分別係作為一個科技研發同埋孵化基地，好多嘅寫字樓同埋酒店同埋創益園啦，都係用嚟辦公嘅，唔賣嘅。1期有50幾棟樓。但係咧，只攞出6棟樓嚟賣，其中咧包括咗佢嘅商業啦，商業係成個橫琴嘅萬達廣場，佢係營業嘅，咁係成個珠海市區啊，唯一一個喺珠海市區嘅萬達廣場啦。下面係萬達廣場，上面有3座酒店，同埋有14座咧係人齊公寓。咁接落嚟咧，先係我哋背後嘅呢6棟售緊嘅樓。咁點解可以操作成賣得咁平咧？比二手價仲要折多一半喎，有原因嘅。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佢嘅備案價啊。當然呢個項目喺嗰陣時去備案咧，政府已經講咗啦，你唔可以低3萬蚊嚟賣嘅。咁佢點樣操作嘅咧？2棟同埋4棟咧，呢個4棟啦，呢個2棟啦，而家先開賣嘅咧，佢備案價咧備成26000一平方，後面嘅5棟6棟咧，要去成4萬幾一平方，其中嘅1棟咧都要3萬蚊起步㗎啦。咁所以佢最早開發嘅、最早賣嘅呢個頭啖通咧，係對住呢個花海長廊同埋呢個海景嘅，背後呢個海景嘅，咁亦都係最平嘅。啊，咁後面咧幾棟咧係會越賣越貴嘅，係咁樣嚟操作嘅。當然啦，佢嘅平均價咧拉勻嚟計係唔會低3萬蚊嘅，所以佢過咗關。OK。咁佢入面嘅面積咧有成94平方嘅一個2房戶型，同埋一個99平方嘅3房2廳2衛戶型，望晒成個3房2廳呢個戶型咧，望晒成個花海長廊同埋海景嘅。2房咧好多網絡上面咧就講佢實用率好差，只有94平方，只有2房。咁我哋亦可以睇一睇佢究竟有幾差。OK，let's go。嗱，咁我哋就上咗嚟26樓嘅示範單位啦，呢度就2梯4戶嘅。咁我哋而家咧就移步過嚟睇呢個94平方嘅2房單位啦。嗱，傳說當中所有網上講呢個戶型係最差嘅一個戶型，我哋過嚟見證下啦。94平方只有2房2廳2衛嘅啫，實用率只有78%嘅啫。嗱，入嚟係一個長廳嘅設計，然之後咧左右兩邊分開嘅飛機戶型。咁
咁呢度咧就係鞋櫃都冇噶啦，只有一個咁樣嘅一個酒櫃。然之後對住入嚟咧就係我哋一字形咁樣行入嚟嘅一個廚房啦。左右兩邊分開三件套，然之後嗱洗手盆喺呢個位置。當然佢會配置埋一個生活露台嘅，配置埋一個生活露台。我覺得咧亮點喺邊度？生活露台嘅景觀咧係會靚過主露台嘅，因為佢係可以望到我哋嘅馬騮洲水同埋遠處嘅一個海景嘅，山景都可以望到。雖然話係遮咗少少嚇，咁呢個只不過係生活露台嘅啫。但係啲成個戶型咧，俾我嘅感覺，成個空間嚟講咧，都算還可以。但係你只有兩房咧，就真係得房率就太差啦。好規矩嘅一個長廳嘅客廳，因為佢係有成94平方喎。呢個戶型如果係80平方咁嘅客廳我就覺得合理啦。如果94平方，我覺得就唔係咁合理。OK， 我哋睇一睇呢個主露台嘅一個景觀嚇。主要係一個圓弧形嘅一個露台設計，右手邊咧都整埋呢個台同埋呢個即係櫃嘅一個位置啦。咁望翻出去咧，就係對住我哋嘅人才公寓嘅。前面呢個人才公寓同埋下面嘅商業體嘅，遠處右手邊咧可以望到海景，同埋遠少少可以望到海景嘅。但係其實咧條罅望過去真係一線啊！香港講嘅呢種一線海景咧就係呢一種啦。景觀會比生活露台仲爭啲啊！我覺得。我哋先睇右手邊嘅呢個房間休息區好嘛？呢個做到一個套房嘅，佢係雙套房設計嘅。如果你啲朋友比較少咁就可以買呢個戶型啦。雙套房嘅設計呢一種咧就係推拉門嘅一個浴室啦，三段式咁樣嘅。然之後衣櫃擺置喺出邊嘅，入嚟咧三邊可以擺埋嘅，咁可以擺埋衣櫃圓形嘅一個飄窗台。呢個飄窗台咧就嘥咗少少空間當然啦，如果我個人覺得咁多少咧，可能都會請啲朋友或者係親戚上嚟屋企，時不時咁可能都會上嚟邀請佢哋上嚟屋企坐嘅。咁你要諗緊一個問題，呢一種戶型咧，如果啲朋友或者親戚要上洗手間嗰陣時，呢種套房咧就唔係咁方便啦。成個大門呢度到時交付有一個門入到嚟左手邊都係一個套廁。咁其實佢係做到一個雙套間嘅一個設計嚟嘅。雖然話兩個洗手間，但係少咗一個房間同埋少咗一個工位。除非你係攞一個即係攞呢一間房，因為呢間房細啲嘛，攞呢一間房嘅廁所嚟作為工位，咁樣就合理啲啦。咁樣個床擺成兩個榻榻米，擺成兩個榻榻米。其實呢一個戶型咧，要去到260萬嘅呢個價錢，大精裝嘅。咁咧，同隔離嗰個價錢咧出入唔大嘅，因為呢個94平方，隔離嗰個咧99平方，多咗5個方嘅啫。但係人哋多咗一間房同埋望一線嘅河景嘅。OK， 咁我哋移步過嚟睇一睇呢個99平方嘅3房2廳2衛啦。咁其實喺呢個位置咧 ，Kelvin 觀察到佢呢個位咧，就係佢實用率、得房率唔高嘅一個原因啦。佢呢度走廊咁樣過嚟嘅，咁就嘥咗好多嘅，佔咗好多公攤嘅位置咯。當然呢個位置咧望翻出去好靚嘅，可以望到河景同埋下面嘅呢個花海長廊嘅。OK。咁我哋入嚟睇一睇呢個99平方嘅3房2廳2衛啦。呢個市正好多嘅，因為入嚟起碼佢係擺咗一個鞋櫃喺入面啦。大橫廳嘅一個設計可以移步入嚟望一望。佢呢個大橫廳嘅設計可以直接望晒成個
海景嘅。呢個馬騮洲水道啦，佢係通往海邊嘅。咁左手邊落去咧就係大海嚟㗎啦。成個馬騮洲水道咧正對過去就係紅灣嘅碼頭，下面咧就係我哋嘅花海長廊。咁我哋如果唔行咁近咧，啱行入門口呢個位置咧，望翻出去就正對呢個水道啦。其實26樓我覺得會比較高嚇，26樓會高少少。如果10樓咧會更加合理啦。我哋睇一睇廚房呢個位置，同樣都係一字型嘅，但係3件套全部發展商都幫你整好晒㗎啦。其實呢一個戶型咧特價同隔離嗰94平方係差唔多價嘅，都係260幾萬可以買得到㗎啦。我講緊係中高樓層10樓嘅位置配置埋一個生活露台，洗衣機都放喺呢個位置，晾衫到時可以晾喺呢度位置。當然我覺得呢個綠化可以唔需要。呢個綠化可以唔需要，景觀就基本上望唔到咩景㗎啦，因為呢個位置望翻出嚟比較勉強嚇。望到遠處嘅少少海景。咁成個我講呢個戶型比較合理嘅另外一個原因咧，呢度係有個公共嘅洗手間嘅，就唔係雙套廁嘅一個設計嘅嚇。咁起碼我哋接待朋友親戚咁過嚟有個洗手間俾人用先㗎嘛。咁橫廳嘅設計有埋洗手間。呢度咧就係主人房啦。我哋先睇主人房唔緊要，因為主人房呢個位置咧，其實成個空間感俾我嘅感覺大就唔算大㗎啦，因為呢種房咧99平方。有得房率只有80%嘅，咁有埋衣櫃，有埋2個床頭櫃，做到3邊落已經好好㗎啦。套間咧個空間感係足夠 OK 嘅。咁佢呢個我哋係貼咗磨砂紙呢個窗係貼咗磨砂紙，因為係洗手間嘅位置。咁其實咧如果你高層少少唔貼呢個磨砂紙咧，望翻出嚟都係海景都係海景。我哋而家喺呢個位置，主人房一瞓醒，咁樣瞓醒對住你就係海景啦。同埋下面嘅花海長廊3、4月份過嚟會更加靚，因為3、4月份咧下面啲花咧全部開晒花嘅，好靚嘅。所以呢個景觀咧都係加分嘅。咁我哋睇埋另外2間房間，如果260萬買到啲咁嘅單位200零萬、300萬未到啦，我預佢多少少啦。如果要啲高層即係20樓嗰啲朋友係可以即係冚過十字門啲海景房嘅，十字門都要280幾萬嘅3房佢做咗一個半複式嘅一個設計呢個房間作為一個 BB 房嘅。當然呢間房咧比較得意嘅係佢有多咗一個露台，因為大家可能發現到啦。橫廳嘅位置對翻出係冇露台嘅，咁所以佢嘅主露台咧係連住埋呢個房間㗎。咁樣設計都 OK 嘅。咁其實咧呢度咧就會比頭先嗰個94會靚啦，因為94喺呢個位置嘅望翻出去只有遠處嘅一個海景。呢個位咧我哋係可以由側邊咁樣睇嘅，係可以直接望晒成個一個馬騮洲水道嘅呢個景觀同埋下面呢個花海長廊係基本上唔會有遮擋，所以非常之靚。下面就係我哋嘅萬達廣場呢個商業啦。睇埋最尾一間房，咁樣嘅一個設計，我覺得合理少少咯。因為頭先94的確係冇工位呢個咧就好勉強啦，1.5米嘅床，咁咧。啱啱好可以瞓一個人，但係你要擺衣櫃咧，就只能擺呢個位置啦。擺呢個位置，擺到一個即係細少少嘅一個衣櫃喺呢個位置啦。咁擺個1.5床咧，呢個櫃就唔要啦。我覺得佢咁樣設計咧，呢個櫃唔要啦，因為咁樣你可以擺更加長少少嘅一個床喺度啊嘛。咁其實係 OK 嘅，住一個人冇問題。最細一個房間。咁我哋過嚟呢度總結其實呢成個科學城咧，我而家咁樣對翻出去咧，俾大家睇下。呢度1至6棟係賣緊嘅，1至6棟係賣緊嘅。咁而家咧，我哋望翻出去佢嘅外觀咧，
嘅已經全部起好晒㗎啦，係準應樓嚟㗎啦。佢係要去到2026年嘅6月份先全部交付㗎嚇，要半年嘅時間。咁呢半年咧就要做內籠嘅裝修，咁裝好晒之後先一齊交付俾業主嘅。咁下面咧就係我哋嘅萬達廣場，係成個市區唯一一個萬達廣場。珠海已經有一個萬達，但係喺西區喺斗門嘅，市區仲未有萬達廣場㗎。咁下面呢度咧就係萬達嘅一個商業體啦。咁前面左手邊呢度過去咧就係我哋嘅一個人才公寓啦。咁其實呢度一期係只有1/5嘅住宅攞翻出嚟賣嘅啫，其他嘅係酒店啦、商業啦，同埋啲人才公寓啦，咁都係唔賣嘅。咁所以呢度咧，珠江只攞1/5嘅樓出嚟賣俾客戶嘅啫。同埋咧，橫琴本身已經係好稀缺嘅一個住宅用地，佢只有8% 可以批住宅用地起樓嚟賣嘅啫。咁所以本身就係好稀缺嘅，同埋庫存量係好低嘅。呢度成個橫琴而家嘅庫存量咧，只有100幾套嘅咋，即係屬共間科城呢個樓盤。其他比如話金灣咧又好啦，斗門又好啦，都要成2000幾套嘅一個庫存量，係好多嘅。咁呢度咧物以稀為貴，即係我想表達嘅嘢就係物以稀為貴，明唔明啊？咁所以200零萬嘅嘢咧，可以買到橫琴，係的確係時機嚟嘅。咁如果你睇完呢條片有興趣嘅，嗱一聲 call 我，因為3房呢個戶型可以望海景嘅咧，差唔多買晒啦。咁所以就要嗱一聲揸住呢個機會出嚟約我出嚟睇一睇呢個實景樓啦。OK，今次視頻就咁多，拜拜。